大提琴、音乐，还有查理，小提琴张明，不过年轻人，哇，你们不跳嘞？没有了。你们没有布条哦？哎呀，怎么核销呢？这样？好，没关系啦，我们想办法嘛，我们还有小的投资啊。我会做多一点好了，下次啦，用刺绣的。用刺，要绣很久哎，中文字比较长。好，当然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异地，然后也在离开故乡，不管是在读书、在工作的年轻人，献给你们。路在哪里？掌声。Sabu kala